OK。来，1661年10月2日拜六，早起好天，恬静无风，看到昨昏要暗嘛看见的迄只荷兰船已经停伫南边停船处。以后无偌久就接到消息，讲迄只船是快艇 Zixi 号。阮看到早起真早就已经有大细船只19只停伫北线尾的岸边，着人。若是伫暗时已经用南宝甲因的炮台控大起来，现在搁伫遐4过你无用吼。有2个新仔人对洋条倒来阮这边，这2个人被带来审讯的时阵呢，审问的时阵呢，甲阮讲以下的代志。第一个人名叫做 New Jack， 是一个士兵，伊讲是因为欠米才逃走啦。一个月才领着1斗米吼。1斗半的米，伫时仔出去相见领到的米做真多吼。最近来的迄寡胖船对时仔载来的米只敢有2000多。伫洋条有驻军800人，分属2个军团，此外还有200外的破边的人。伫迄个围略约有4-5千人，其中有真侪人破边。即寡人大部分是对南边甲北边的村社调转来。伫 provincia 有一个小的军团吼，伫遐咧担任国姓爷的护卫。南部的居民捌反抗过新仔人的士兵，自从迄当阵开始，迄寡士兵就被调离开迄边咯。正是讲因伫北部的战败，迄寡居民先是含新仔人亲切来往，后来新仔人到产业的时阵，迄寡居民就摕起武器攻击因。有人讲。第11个月就是农历11月吼，国姓爷要来对阮发动攻击，为了这个目的，要伫北线尾固着一个要塞，并且将会伫农历9月甲10月征发3斗的米，互每一个人，来互因搁较强壮。国姓爷去到北线尾，将会伫明仔载去洋条，对此地的产业。你要讲会当收成2万多的切哦。有人嘛认为讲，伫第11个月会有一部分的士兵对此地去西那亚抢劫。伊讲即场战争死真侪西那人，当中特别侪人是死伫地方边，也造成真侪人摆卡或者是残废，因必须要求乞度日。对洋条搬运三门大炮去北线尾，国姓爷要亲自去遐督战哦，因为担心讲阮会先阻拦伊的航路，现在变成因要来阻拦阮的航路。伊讲，阮比利亚的迄寡荷兰人，还拢活伫伫第8个月，就是农历8月，有4只胖船载满迄寡荷兰人去西那咯。第2个人也是士兵，伊也是伊诉苦啦，讲欠粮要饿吼，因此才倒来遮斗客。因1个月敢若收到1斗半的米，而因伫咧西那的时阵领着4斗的米，拢还阁无够用。伫北线尾固着的迄个炮台是要用来阻拦阮的航路，并且要用来射击这个城堡。因会派真侪士兵来驻防，以防阮出击因的大炮。迄寡士兵大部分拢会留伫遐。有3门大炮对洋条，甲6-7门对 provincia 已经载去遐咯。4-5天前，伊去过赤坎，遐应该有3-4个荷兰人，但是伊已经有听过讲，因将会被送去西那。对迄当阵开始以后，就拢无看过因。这个市镇里驻军约了1000人，由马爷来统率。元祖先元祖先是啥拼音真紧就会去北线尾。迄只柯den霍号夜间因有派人伫遐守卫，
有人讲，农历10月底，将会有一部分的士兵被派离开此地。迄寡塔坦人也无落来，也无听讲因要落来。相信有人会用教礼来买通规个塔坦官员，互因袂率领伊的军队来攻打厦门。伫咧北边的迄寡村社呢，现在差不多拢无士兵啊，绝大部分的人拢被调转来。派去的人有一半破病虚弱转来，已经无意愿也无兵力通派去遐咯。这2个人被送去船顶，就是走来渡口荷兰的这2个人吼，被送去船顶。阮的大篷船 The Road Was 号今仔日早起出港，要去南平停船处装备各种应该有的配备。约有200个敌人的士兵，若像是站伫咧北山尾防卫因的新炮台的。伫咧早起7点，阮看到因对遐迄寡小树林行去，因为因互相真瓦军来咧行路，所以阮就因发射一发炮弹。迄粒炮弹落伫迄阵人的正中因此阮确信因当中有人被他拍着。敌人伫阮以前所去的海堡迄个所在开始经起足侪军场就布棚啦其中一个那布白条纹的即个军场听讲是国姓爷的军场，安尼看起来伊应该是亲自来遐咯。阮也看到伫咧发绿色草木的迄寡沙轮边啊，也有起规间草厝。约了9点的时阵，派伫咧 Zurich 4号顶的船长指挥官 Lut Jacobson Lewis 来起山，交阮一张商务员 David Hartwell 先生伫片湖写伫快艇哈索号顶头的批。伫快艇哈索号顶头写的批啦即张批的内容如下：后壁佫落长今仔日非常的长今仔日一篇读了差不多时间要到。即张批内容如下：本个月10号第一道来片湖的东南湾和Zurich 4号甲安克文号停做伙，安克文号的船长来伊来 complain 讲，自从伊的船来到遐了后，已经送新2个订而且伊属下的人已经开始变甲真衰弱，因此应该设法去找一寡新鲜的食物，所以就召开会议，一直决议讲要对伫遐的3只船。是哈索号、Zurich 4号甲安克文号派出约了90个人。迄当阵 Renan 号也无来遐要派出约了90个人，包括士兵甲水手，伫咧船长 Lut Jacobson Lewis 和 John Floder 的督导之下，去上述即个海湾呢，看是毋是会当找到所需要的生的食物。即个人起山了后，看见伫咧岸边的北方1/8里的所在有5-6只牛，因就迄边前进，要去掠迄寡牛。迄时对安克文号派出来一阵船员，甲一个补给员叫做 Hendrik Parks， 违背互因的命令，真欢喜来南。沿着海岸行去，伫遐呢，忽然间走出6-7组武装的敌人的士兵，炸着西那人的宿命的反击，确定因要转去船只遐的后路，并且猛烈来攻击因。有3-4个人当场被杀死，其余的人走入去水里游泳逃命。看伫北边的迄阵人看着上述情形，随甲大家。来集成队伍，摕起因的好进枪，海边行去，要对迄条路去因的船只遐，袂互敌人得到优势。敌人受到赶着
种一队的人的鼓励吼。所以有30-40个武装的敌人往另外一阵人行过来，开始因被阮射击离小寮仔有丢毒一个，但是后来却遐尼啊，互人共领来5方的人冲过来，抵到真侪士兵弹下因的枪机，倒入去水里。其他迄寡水手看到因失去上依赖的兵力，就是好真枪的攻射击，也就被迫倒咧跳水逃命，情形极为脱殊混乱吼。抵到5方有4-5个人被敌人活掠，而且除了被抬死的3-4个 Anchorville 号的人以外，还佫有一寡隐死的，因此总共丧失36人。即寡人的名如下：快艇 Zixi 号丧失的人，包括被活掠甲被抬死的人 ：Jacob Gisberstein 来自 Somerdick。Jerick Linders Bont 来自 Rotterdam， Anthony Glasson DeWitt Igor Lenders 来自 Strayan， Jasper Adrianson 来自 Gitrit Denberg， 士兵 Christine Mathison 来自无写。Peter Dideloff, Andries Johnson Ustrop, Logis Dupré, Paulus Thomason, Wanda 来自安波伊纳 Mattis Lebrun, Derek Williamson, Peter Tigerson 对快艇 Anchorville 号 Hendrik Parks 来自阿姆斯特丹普技员，这个普技员对遮讲起吼，讲对咱顶头是安怎写？顶头讲迄时对 Anchorville 号派出一阵军员甲一个普技员Hendrik Parks 违背互因的命令吼。就即阵人啦，违背命令，其中即个普技员下底佫有注脚看卖啊。Henry Parks 阿姆斯特丹的人，伫咧司令官 Jacob Cow 的舰队中 ，Anchorville 号担任普技员。1661年10月10号，伊和一阵军员伫咧偏乌起山了后，落入希腊人的手，因被送去国姓爷遐，伫遐被虐待。身躯顶被割掉一部分，然后被送转去即个掠城堡。但是帕克和一个少年乌人无被送转去，因后来命运如何不得而知啊。就是后来毋知影情形啦，无消无息的。好，咱继续读了啊。人名读到倒位？Henry Parks 来自阿姆斯特丹普技员 ，Ruth Peterson Must 来自沙旦高级水手长 ，Cornelius Jacobson Clinty 荷习总管。Old Hodge 来自 Emden 荷习总管 ，John Bartinson 来自阿姆斯特丹木工 ，Mattis Peterson 来自 Holler 水手。对快艇 Anchorville 号的士兵 ，John Bloom 来自毋知倒位的中士 ，William K 来自毋知倒位的下士 ，Jacob K。Christine Lambertson, Andries Peterson 来自布鲁索，对布鲁塞尔对快艇哈索号 John Van Gronevel 助力
R.I. Jacobson 来自德伍统士兵 ，John Purhuysen 来自阿姆斯特丹下士 ，Winder Adamson 来自 Vineo。John Hansen 来自 Holstein，John Hansen 来John Jensen 来自 Eisenham，Gary Hendricks 来自 Prey，Alexander Friesel 来自 Bergen，Uter Kamjin 来自 Albion。总共36个人，其中陆上所属有4、5个人是被活掠的。这真正是损失惨重，也显然是神公义的手打击了阮甲阮的武器。听讲吴方迄挂人当中有真侪人是看到敌人金细细的头盔甲刀剑，就像死人安尼，就规人拢硬将吼。惊到袂当操作因的武器，派这种幼稚又阁无经验的人去对付敌人，真正是有蠢可悲，愚蠢是安尼读叫。蠢，啥叫蠢？蠢，读做蠢还是吞哦？牛吞啊，读做牛吞啊，歹势，牛吞就是牛蠢、戆的意思。甘字典的规则哈，真正是牛蠢可悲啊！原就是讲派即寡无当的人啦，去面对敌人啊，牛蠢可悲。原上帝互我方的人拢搁较勇敢、壮胆起来。来，有这个。摕一罐水来。哦，我想这2天忽然间就变热天啊！我穿吊带啊，穿短裤衫啦。就一个化痰。我顶下买3包，食不了，还过来买。哦，这边差不多敢若读3分，哦，读到一半尔啦吼。继续。根据哈特沃的看法，现在伫片湖真侪郑成功的士兵，伊所以如此相信，是因为日常有真侪小船来遐，因看到伫遐有真侪牛羊，但是要去掠迄寡牛羊，就必须要有强大的武力甲勇气才做会到。因一直咧找迄只快艇东北号，但是拢找袂到，因此最后决定，虽然讲迄只无稳定的哈索号装上地层门以后，也是无够稳定。因将会用原本计划3只船直接航往西南沿海，以便对遐搁北航往因要去的所在。
无其他诶代志。伊所讲诶话到遮结束。船长布伊斯讲，顶个月9月28号离开厝地，就是台湾，离开台湾诶停船厝了后，伫本个月2号暗时来到澎湖东南湾，停伫水深22禅诶贝壳地带所在。贝壳是要安怎讲？真正袂晓咧。贝壳，摊壳，这是一种，这是摊的壳尔吼。哦，叫做螺壳啦吼，阮的腔口叫螺壳、螺壳吼，螺壳、螺仔壳啦。螺仔壳啦吼，贝壳底台语叫做螺啊吼，螺嘛吼。但是螺其实是有光螺啊，无光螺啊，讲叫做螺仔壳嘛怪怪吼。用丝线吼，穿过即个螺仔壳来做囡仔的手环，叫做手梗手梗吼。沙拉大家知啦吼，沙拉、沙螺、沙螺，伊个写讲这新竹的哦，摊壳哦。较晓摊壳，这是什么意思来？看一下日文版。摊壳，较晓摊壳，较晓摊壳，摊壳。回现の花は大西意，这是啥子？来，我查一下日文词典吼。平変，直接用汉字输入啦，我实在是不晓拍这。表現叫做 sudden change, complete change。表現の花は表現の花は无即个词来看卖啊，花は。A sudden and drastic change in attitude 忽然间
态度过改变吼，叫做较晓摊壳吼，较晓摊壳。毋知恁捌听过，我是毋捌吼，较晓摊壳。好，转来日志遮吼，讲停伫咧水深22闪的即个罗仔壳所在的地带的所在啦吼。过当日捌去追捕一只大胖船，但是被迄个流入去海贼岛附近的迄寡即个暗打入去吼，暗礁礁啦吼，暗礁礁、暗打礁入去吼。本个月7号，快艇 Anchorvin 号，莫问我啥物意思，我拄则我嘛看无这啥物意思。流入去迄个海贼岛附近的迄个暗搭入去吼。本个月7号，快艇 Anchorvin 号伫北风中来上述东南湾，含伊停做伙了，然后伫10日10号又搁转来偏湖的快艇哈索号甲小平的船 Reno 号遐来停船。因所讲的话含顶面哈特沃先生来批所写的内容相像，无啥物差别。伫本个月11号，上述即个哈特沃先生顺利奉命出航的船离开偏湖，北前往伊的目的地。本个月12号早起透早看到快艇东北号就航往该船遐，然后同齐北边大石区航去，伫个要暗仔停伫该大石区甲网港中间的水深高闪的所在。过当日早起看到4只胖船，就去追捕，并因倒去岸边，护着一个对迄寡胖船落落水里的新仔人，错一个。然后又搁渡海转来偏湖。因这两只船拢伫下晡来到东南岛屿下面遐停船。这一天，还搁伫该厝掠着一只山羊甲一只牛。这个死仔人被伊含因多方面审问了后，讲以下的话吼，就是下底是这个掠着、这个好着这个死仔人的口径啦吼。伫偏湖迄寡岛屿有100个武装士兵，以及500个炸弓弓箭的士兵。今年9月24号甲9月25号出航去西那迄寡胖船，是送破病甲受伤的士兵去西那，并且要对遐个载健康的士兵来处队吼，来台湾遮啦吼。但是迄寡船里无荷兰人，国师爷是想要转去伊的国家，但是伊的部将毋肯，因讲因毋愿意饿死伫遮，因为因无够野的胖船会当同时甲因拢带离开遮。约了14天前，有10只胖船载米航离开西南沿海，前往台湾。有400个西南人坐8只胖船，约了1个月前去淡水，但是拢无去过人。国师爷伫偏湖留下数只胖船，即寡胖船持续伫遐来回咧巡阅。国师爷丧失真侪士兵吼，当阮的小船对伊的胖船作战的时阵，丧失真侪士兵，但是丧失的人数偌济，伊嘛毋知。国师爷海上部长奉命去西那带伊的部队来台湾。无论因愿意无愿意，拢爱来。14号早起真早，每一只船拢派家己的小船或者是小艇去陆上，对遐总共掠8只牛甲3、4只猪，伫暗时啊带转来船顶。15号，这两只船又搁航离开偏湖，伫暗时啊转来停船，就像12号所讲过安尼。因伫早起真早又搁同齐去遐，去啥物所在？注卡看卖。看无？
因就看到一只要航往西奈沿海的高仔船，掠甲要暗啊，布伊斯就掠着迄只高仔船，船顶有13个人，其中3个人是国姓爷的士兵。即寡人伫该船被掠以前就跳入去水里，大概是淹死。其他9个人，有4个人交东部号，其中阁有1个人跳入去水里。对即只船无得到特别的战利品，只有2个小铜钱、5支关刀、2支大刀、一寡烟弹、烟的枪支甲一寡用中文写的物件。即寡物件翻译了后，看到拢是一寡如下列一寡迄个懒散散的记载下段写69张发予士兵的米券2张分发米的备忘录，3本关的希腊人的魔术册魔术纸看手上讲即个语言讲参语的即个抄写本，这应该是算命的纸一张对国姓爷的军爷要寄去希腊沿海，互一个希腊人的私人的批，内容只敢若有写批的人家己的状况，以及伊因为破病已经核准转去希腊，伊想要真紧就会当转去。9张写日常即个小可代志小事，9张写日常小事的批。一张一个农夫一个官员的定情书，因为伊的高龄年岁大，要求会当免去一般的劳役。3张收到甲分发米的备忘录，一张要加150只牛用来供电、用来种田的命令，一本簿记伫内面记载着伫各地区所收到的米的数量，一张一个人写予伫处地佛罗摩萨的官员的批里写讲，伫一个大村舍呢，无写该村舍的名。迄22间册仓中的册，有9间的册被士兵偷摕，因此伊的主人建议爱甲册甲画做米，以便搁较容易来保存。米较好保存，穿了拍打应该嘛是会使保存足久才对。好，一张奉国姓爷的命令，伫个希腊人的毋知叨一个月17号写要寄去互伫个迄寡南边村舍的官员的批里甲迄寡官员讲。有鉴伫迄边即将要开始收成相当数量的册，因此呢，命令因爱去调查迄寡村舍收成的米会放伫倒位，再去倒位一张一个阿叔写予伫个希腊沿海的孙仔的批，无写批的日期，批里你嫌讲，伫希腊人的第5个月来到佛罗摩萨了后，受到真欠缺粮食，甲真无适应的痛苦。国姓爷发予因每个月的米只有伊所答应的一半尔，而且因士兵当中真侪人死了，伊的判7个人，现在只敢若剩4个人个活咧。一张批是一个派驻Safkin 的官员的军营的一个名叫做 Linson 的军官，伫个上述的希腊人的月份5月21号，西元1661年6月17号，写予一个叫做班哥的人的批里写讲，自从伊到台湾了后，因为一直咧破病，诸事不顺。加上伊的同伴真侪人因为破病或者是其他无适应来死去，因此请即个班哥先摕一寡钱，互伊伫个希腊沿海的某，迄寡钱伊转到厝一定会随行伊。伊相信因真紧就会转去，因为大家拢咧传说，等到产业的农作物
收成了后，国师爷就要转去西那咯。一张批是一个农夫写予伊的老爸批，批里写讲，伊伫厝地因为欠米，必须要食椰子树的幼叶啊。真侪人因为破病和其他无适应来死去。哇，已经忝到已经爱开树叶啊！安尼竟然是荷兰人挡袂掉导航。好，咱继续看咧。一张示意图标示迄寡军营甲士兵开始派驻的所在，总共画出27个军营。一张示意图标示官员国役的军营破病甲健康的士兵合计136人，无日期。这张面所提起的迄只高仔船，因为即个海水因为涌和迄只大船烧弄煞破裂去，被摕来做查理用的伫4-5天连续的暴风当中，因已经失去2条锁甲1个钉。以上就是因转来主要的情形。当报复号今仔日也来南平停船处停船，这只船一直拢含 Zerix 号同坐对北平落来，经过鹿耳门去赤坎头前停船，才开始来自西那，邀5只篷船对北山堡航往赤坎。无料疑是要去搬因的公司所需要用到的材料。中昼伫本国月9号第2次出航要去鸡浪甲淡水的迄只小便船船 Renan 号，转来厝地的停船处，该船的主管甲阮讲，出航了伫本国月13号，该动快艇哈索号甲 Ankvin 号去到西那沿海的 Angelin， 就是英灵的头前停船。伫本国月17号被强风吹离开顶头讲的迄2只快艇迄时因海员的搁较内面入去。即只船的船长甲到遮3，即只船的船长伫到遮的3天前过身去。因伫上述沿海的经过的情形，等以后哈鲁尔国下转来再去详细了解。今仔日阮无用伫用黄麻刀对迄个用桶所固着起来炮台来沿着海边一直到 Purgatorium 来做一道防护墙。等下Purgatorium 对注脚讲是 Purgatorium。是宗教所讲的炼狱，伫遮应该是指蒙阿波啦讲沿着海边一直到蒙阿波做一道防护墙，以便伫遐迄个后面会当搁较安全，互敌人会当搁看袂着阮来咧行动来往。互咱伫也灵堡北边的即个刑场，甲迄个新灵堡的刑场，也拢用毒对遐对边开始加固起来。伫下站城堡大门头前用双层插板当中装天刷的防护板，搁再加上装刷的毒来用除过毒来增强防护的效果。要暗仔敌人炸着3门大炮来因今仔日真无用工作的迄个炮台遐，其中2门非常大的重炮踩伫炮架顶，另外1门铁炮踩伫有链的炮架顶。风现在是吹强烈的北风，阮注意到昨昏所倒来阮遮的迄2个少年人，讲真侪无真实的代志，其中有一寡话因想了后，搁再修改，因此阴暗下令，甲这2个少年人收禁起来。
暗时啊，四周围一片的安静无声。好，落等下即工读书啊。我你看笔记啦吼，甲钱当做落仔壳。时间9:43。10月23礼拜日。10月记到31号吼，早起好天，风如同昨昏。阮早起真早就看到敌人的哨兵又搁对因的炮台逃落去，但是看袂到因昨暗有啥物进展。可能因对也即个暗时的即个寒冷吼，可能是暗时啊伤冷，所以捌找一个温暖的所在来度过。有真侪三板伫早起透早真早就对即个市镇项王洽看，显然是要去载运粮食，被船长布里斯所掠到迄9个死仔人。今仔日下晡来起山，随便用锁链扣起来。今仔日敌人伫北线尾，差不多拢无停止咧做工，也搁再来锁门大炮。举行安息日礼拜，敬拜上帝。暗时啊，好天。后尾安尼，阁有开啦通做工吼。10月24号就小可较长一撮啦吼。是啦，无介长啦，就一般迄个。9月10月24号拜日，早起透真冷的北风，阮看到有一只空的舢板，看伫迄个新宁堡附近的岸边，阮的士兵就去遐甲伊甲即舢板扛来即个四角城堡的后面遮。可能即只舢板是昨暗被海流塞到即个港道的真内面来。船顶的死仔人因为惊落入去阮的手里，所以就跳船逃走。阮的领工船中昼利用机会，搁再出港，并且伫暗时啊满载物件转来。今仔日，阮搁再审问迄两个伫本国个21号对即个市镇倒来乌人少年，因的事实如下？下底是口径吼。马爷去北线尾了后，命令伊的兄弟，也是一个官员，派伊来遮秘密咧查问。即个城堡里有偌侪人？新来的士兵有偌侪人？原来的士兵有偌侪人？阮有偌侪门大炮？阮还阁有藏偌侪粮食甲即个枪支好炮等等，并且必须要尽量较紧转去即个市镇报告。对吴方倒去的迄个人，也命令伊必须伫即个城堡里来。筛死规个士兵，倒去投因唆死了即个唆查看觅。我是读做即个西人唆死。读做唆，歹势我读毋对啦
但是吼，你看，嗦也是嗦吼，嗦伫嗦即个音的规则讲，西嗦吼，伊的一个词叫做西嗦吼，有当讲西人，但是即个西是天西迄个西吼，天西是第三调，但是即只是西嗦，人教相加，但是伊是写做所教伊是所教三加吼，所教三加，这是干字典吼。我来查一下台语读书典有用着即字无？有，嘛是读做所还是所吼？所人、所数吼，拄则讲西所吼，所数吼，就颠倒过来吼。另外一个音是书吼，伊书是例句书教三家，书人相过，书教三家，书人相过。书教家，书教家，因为即只佫写做第一条，所以到底是第一条、第七条。书教家，人教相加吼，书教相加吼，书教相加，看你要读啥物啦，拢会使啦。必须伫即个城堡来二字遮，当然二字吼，必须伫城堡里，所属规下士兵倒去投因，对此伊回答：即种代志伊做袂到。即个伊是啥？命令伊的官兄弟啦吼，就是马爷命令的兄弟做吼。伊讲伊做袂到吼，迄个人抑佫甲伊讲。阮伫咧即个城堡里，只敢若用好真情咧射击但是因有数量真多，做敢若狗遐钱会当来射击阮。又佫讲，有荷兰人盗去当地居民遐，又佫讲，真侪阮的荷兰人伫咧新港被斩首，其中包括着牧师，歹势牧师。哇！牧师汉堡已经被拍，牧师汉堡已经被斩首啊！含 John Lemonson 吼，也有一寡人饿死吼。对迄寡小船含迄只 Coated 号被掠的人呢，是指9月10号伫咧台港发生海战时被活掠的荷兰人啊。有一部分的人抑佫活着，其中有3个人伫迄只 Coated 号顶头，另外有2、3个人伫北线尾。马爷的后生最近也被阮所弹出去一粒榴弹拍死，是因为迄粒榴弹所飞射出来一粒石头，去讲着伊的头壳来死去。也有一个新仔人奉命含因同齐逃亡，有3、4个对平湖来的荷兰人也来取缔，就是来台湾市场。因的片仔甲鱼孔，因的片仔甲鱼仔被挂掉了。另外，进前讲伊伫咧荷兰平湖遮吼讲了这代志。另外，迄个人吼，就是倒来迄个少年人，无被刑啦吼，只敢若有加以威胁。伊就随承认讲，伊是被伊的官员派遣倒来遮的，所以呢，就甲伊刑了后，伊就阁承认讲，因拢奉命爱尽量较紧转去报告侦查结果。伊讲，另外迄个少年人奉命要来处理侦查死亡的人数，以及伫咧即个城堡里还阁挖着的人数。即件事伊嘛有听到，伊也讲最近有2摆。马爷派新仔人来侦查即个城堡里的状况，最后来的迄个人是被派来
观看甲其他迄个人去到倒位吼。即两个希腊人若是互伊看到，伊应该认出来。伊有看过奥斯威尔被斩首，也有看过几啊士兵被斩首。迄只2号已经看线，2号顶头的士兵伫新港被处死，所有的其他的荷兰人也拢伫迄寡村舍里被杀死咯。只有 Jonas 先生、Ananias 医生甲 Philip 妹还阁伫车卡。地方官 Leonard 牧师甲 Bromer 以及2个荷兰人的家仆被送去希腊。另外，迄个少年人也讲，因相信过几工还阁有2个希腊人会跟着倒客来遮。伫个 Cottenhof 河顶头有7个炮手和希腊人做伙，另外有一个剃头的希腊人，伫因以前也为着同款的目的被派出来。剃头即嘛是剃头会对写注脚讲，满洲人的追随者会发现啦吼。迄寡人为着要含这大明的追随者区分，并且作为对新朝的忠诚的记号，就甲头遐迄部分的头毛剃掉，然后一条发辫吼，辫子要哪讲？我袂记。边吼，边啊，吼，歹势边，辫甲辫嘛是会使吼，边啊，圆鼓边吼，乌珠边的边啊，边头章啦吼，鼻头章吼。鼻头章应该捌听过吧？吼，鼻头章吼，所以边嘛会使做名词，会使做动词吼。好，转来第2则讲，另外有一个剃头的希腊人吼，伫因以前也为着同款的目的被派出来。下晡士兵 Carol de Gilia 对即个城堡经过迄个沙轮。我搁边沿市镇逃走去敌人迄边。同款下晡也有一个士兵 Anthony Decoy 也逃走去投敌人，因拢是此地的驻军。敌人伫昨昏甲今仔日积极进行因的北线尾的工事，进行到已经采起12大炮来。对此，阮无适当的方法，也无能力来阻止因即个工事的进展，互阮深感伤心。暗时11点的时阵，有一只舢板对事务所后面航往迄个 Cookken 号的残骸，阮着对新灵堡迄边发射一发炮弹，甲迄只舢板对遐赶走。迄以后无偌久，敌人先点到一寡现济好。伫烧了后，非常紧，就对因新起造起来的炮台，即个城堡发射7发炮弹。即寡炮弹全部拢包裹即个城堡，其中2粒16磅的炮弹落伫个碉堡边仔的炮台顶，有一粒拍着上水迄个碉堡，因也发射真侪小炮，但是就像真紧开始安尼。也真紧就停落来。好，10月25拜2。好，即工长了吼，3分钟读袂了啦吼。所以10月25明仔载啦吼，无定啦，明仔载啦，我无确定明仔载会加班袂吼。实在是忝啊，加班加到忝啊，今仔日都无想要加吼。好，所以来读书。好，艾瑞，你举手都甲你扭起来。
但是毋知，因为我即马才看到啦，我毋知你咬偌久吼，手会酸啦吼。好，爱瑞我甲你叫，但是你无起来。看即个笔记，草寮、草仔厝吼，落仔壳、麦仔壳、蚵仔壳吼。田永英讲是蚵壳啊吼，蚵壳啊吼是指迄个外壳啊，蚵仔壳应该是指蚵仔吼。我记得是安尼吼，这是在地人才知吼，我袂记听啥讲的，敢若是听，袂记啊。好，爱着我要来关房啊，无等你吼，你可能毋知走去倒吼。安尼关房都袂记，好来关房。